另外，要來關心的是嘉義縣第82線的水上路段呢，有民眾是發現這暗坑內底，互人甲投彈噴射，所以規個排水溝全攏塌掉咧。即馬若落雨，恐驚是會影響到排水。鄉公所是通報環保局來稽查，嘛通知主管機關趕緊來處理。中風跳落來柴枋、門片、煙筒等等各種水啊廢棄物，甲水溝啊攏塌咧。嘉義縣水上鄉的南河村這大暗坑，去互民眾發現，互人投彈噴射，而且佫將4米寬排水溝規個塌掉咧。村長煩惱，若是落大雨，水要為佗排出去。這倒安尼看要安怎清？這講阮若無迄個能力，這佫大排哦。這若落雨落，小可落這雨，阮整面的水攏對這條來。這條4米寬，這會使算講要大排啊。這個暗坑是嘉義縣第82線的暗坑，因為所在偏僻，所以常常不時攏有人專工載噴射來遮投彈。水上鄉公所通報嘉義縣環保局稽查隊會針對現場的證據甲附近的監視器開始進行調查。我們現場會依現場的市政去做搜查，看現場有沒有有跡可循的一些相關物品去做稽查，以及去做進一步的追查。水上鄉公所表示，這個所在已經第3屆發生這種代誌。之前攏無抓到人，清理遮爾啊濟糞掃，對公所來講是真大的負擔。希望相關單位會當提出更較有效的辦法，解決遮個問題。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